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要以神立约彼此勉励，请我们翻开创世纪9章11到13节。创世纪9章11到13节。我与你们立约，凡有血肉的，不再被洪水灭绝，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。上帝说，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。我把虹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Mikaton kako to soal i tamuanan, zaito ko mami liao kako a mi paren a mi palasawar to polong no maulipai a maamaan, zaito ko mami liao a ira ko ren a mitekop to hagar. Pasarakan ako itoan ko talangkal ni irek to malu kacipinangan to nika tateleg ita a taharaot. Unini a katatelegan i kaku ato kamu ato polong no maulipay a maamaan ko ni telegan. Unini a talagal ni irek i o kacipinangan to nika tateleg aku ato hagar. I establish my covenant with you, that never again shall all flesh be cut off by the waters of the flood, and never again shall there be a flood to destroy the earth. And God said, This is the sign of the covenant that I make between me and you and every living creature that is with you, for all future generations. I have set my bow in a cloud, and it shall be a sign of the covenant between me and the earth.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来到教会的，有年长的，有生病的，有心理疲累的。我们活在变动的世界里，身体会老，环境会变，人心也会不安。但感谢神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一位不改变的神，他与我们立约，守约施慈爱。当世界不可靠时，神仍然可靠。挪亚的时代，人心败坏，拒绝神的提醒，最后洪水来了，但神仍然救了挪亚一家。这告诉我们，神不是要毁灭人，而是盼望人悔改得救。就像父母一再提醒孩子，不是想骂他，是怕他受伤。今天你还坐在这里，就是神没有放弃你。洪水过后，人心害怕未来，但神主动说，我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。神不是抓住人的过去，而是给人新的路。也许你的人生走过失败，走过疾病，走过眼泪，但在神里面仍有重新开始。神知道我们会忘记，所以用彩虹做记号。雨后的彩虹告诉我们，风雨会过，恩典仍在。当你心里难过时，请记得，神还在你身边。世上的承诺常会改变，但神的话永不改变。就像孩子做噩梦，听到父母说别怕，我在，心就安定了。神也对你说，孩子，我在。亚伯拉罕也曾软弱，等了多年没有孩子，
心里开始怀疑，神带他走到外面，叫他抬头数星星，1颗、2颗、3颗，数到数不完。神说，你的后裔要这样多。就在数星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的信心回来了。今天当你灰心时，也要数算神的恩典，信心就回来了。亚伯拉罕献以撒时，神为他预备公羊。耶和华以勒，就是神必预备。也许你担心医药费，担心孩子，担心未来，但神知道你的需要。弟兄姐妹，你不是孤单走人生，你走在神的约里。雨后有彩虹，夜里有星辰，困境中有预备，神没有离开你。请我们安静默想，我是否相信神仍与我同行呢？我是否愿意把忧虑交给主呢？我是否愿意继续信靠他？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您守约施慈爱，在我们年老或软弱时仍看顾，求你医治病痛，安慰忧伤，坚固信心，让我们一生走在你的约中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